即字的甲骨文画是一个较大个人的意写，也就是过灵骹，伊的左右挟持两个人，亲像两个人被劫持，也就是挟持、挟迫。大人、小人画的比例就是胁迫的意象，是吧？即字的读音劫，例句台湾海劫，互人劫持。另一个读音业，轻声业，有一个落音声母的业，例句业伫中央，衰甲起好伊仔业着的业。劫菜，闽南语就无人安尼讲啊，菜毋是用过灵骹劫持来的，食菜是北方大音字，硬菜用低硬菜，闽南语的菜是用硬，轻声硬。即字钱，说文甲字讲是挟持业，从所干生，挟持就是业的意思，无问题。啊，从所干生，自古到今有人安尼读无？无吧？钱字老虎钳，就无人读干生啊，是吧？啊，有啥物误会无？柑的甲骨文画的是口内一点，代表甘甜的好滋味。啊，柑的字形阁有另一个意思哦，左右两边捏好圆，读音就是硬。文献无记录的，闽南语保留3000年前的读音甲意思。即字算是半消失的汉字，甘甜的甘是有记录的，啊为两边捏圆的硬。文献无记录的哦，人有博士讲一定爱照文献呢，所以钱字就爱照文献读干字。伊戆，咱莫对伊戆哈，咱照台语大音典传落来读硬啊。用字硬菜，毋是叶菜，毋是教育部乱舞的文音白音。将手甘声，哦，汉字有8成的形声字啦。毋是哦，迄是北方大音字的误解。将手将硬，硬意声，汉字的字平大部分拢是有意义的哦。